來，鄉親啊，閣來看檢調，閣查到強諜案。這個是民進黨台北市黨部的前執行長朱正基，和阿強啊吸收，佇咧做立委甲議員的特助的期間，甲敏感機密的資料用手機啊傳送給阿強啊，已經和台北地檢署來起訴。也毋過朱正基強調講，伊絕對無來泄露着國家機密。看板北落來感謝鄉親的支持，民進黨的朱正基要參選台北市議員，進前佇中山大同市議員的初選拼過關，即馬所北檢依照國安法漏洩秘密罪起訴，求刑5檔。類似中共認知作戰的手法吼。甲當時民進黨立委何志偉做伙開記者會，這個社運出身的朱正基，前後捌做過民進黨台北市黨部執行長立委何志偉甲議員張培玲的特助。朱正基開涉強諜案，是因為高檢署偵辦行政院公關室退休的科長吳平連案件時，發現講，伊捌佇2022年7月替中國統戰單位外圍組織姓王的成員轉寄一支 iPhone 13手機予朱正基，利用朱正基會當自由出入立委辦公室的機會，佇今年8月23、24偷翕機密的文件，並且用手機傳予中國，得到2萬塊人民幣的回報。當時正是立法院第10屆立委第56會期。何志偉就是外交甲國防委員會委員，會當摕到文件敏感性非常小可。針對這點，何志偉回應講，伊真生氣，強調朱正基並無做過伊國會助理，在這個期間，國會運作甲伊無關係，更加無可能去接觸到機密的文件，因為朱正基佇民進黨台北市議員的初選中勝出，以後講應該退出。中央來確認他的資格是不是會受到影響？不可能再為了一個人再去啟動一個，應該是由後面往上推嘛，按照民調初選的這個。面對北檢的起訴，朱正基聲明講無漏洩國家機密，無出賣台灣的國家利益，更加無犯罪所得，嘛會全力配合司法的程序。問伊講敢會參選到底，伊並無回應。另外，民進黨台北市黨部主委周慕蘭表示講，依照執委會決議開除朱正基的黨證。那呢，立委王世堅的主持兵賴俊漢將有這個機會候補，安尼會去牽動到中山大同的議員選戰的布局。Hello， 我是蔣新梅，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